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日立法院针对总预算的复议案来报告备询。杜英泰是指出讲，要求行政院家己开636亿元预算，这违反权力分立的原则。院长嘛表示讲，若复议案无通过，会亲身来向国人说明会面对什么困难。行政院长杜英泰11到立法院针对总预算复议案进行报告甲备询。杜英泰指出，三大真歹进行的所在，包括税出三减总数有争议，要求政院自行调整三减，达到636亿元。对权力分立原则甲规定有违背，针对特定机关甲预算项目大删减，影响正常运作，多项冻结案的改动条件真歹达成。如果复议案没有通过，我们也必须有机会向国人说明，在未来执行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各种窒碍难行。杜英泰强调，今次下乡宣讲还未到最后安排的时间表，接顺时立委唔拿伫总预算案甲杜英泰交手，也观测台积电增加投资美国，互相争论。委员的意思是不能出去，当然不可以出去啊！这是代表全国国人同意没有？你这样讲话是代表中央政府吗？这是信变成护国神山呢？你这样讲话是代表中央政府吗？里面任何不合理的地方，我们诚心接受大家对删减所提出的各项理由，但是也应该听听各部会，甚至于其他各院，包括总统府对编列预算当时的想法。所以民进党要下乡，现在等民众党也下乡，民进党的这个脸啊会被打得非常肿，很多谎言啊会一个一个会被戳破。民众党也发出要下乡宣讲，说明执政党的浪费甲备案。另外 ，AIT 处长郭立坚提议，美国会当做台湾可靠的能源来源，包括核能。杜英泰强调，若有新的技术，愿意甲世界合作。新的核能技术，我们期待我们跟全世界各个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或是开发者能够保持更多机动性，甚至未来的合作。杜英泰强调，5月17日，核三厂的第2号机组会除役，政府会全力多元发展绿能，将烧炭机组转做电气机组，以检讨为优先、净电为目标，朝稳定、充足供电的方向来进行。公视新闻采访报道。